唔知大家有冇去9月28號嘅月兔特色市集呢？今日就帶大家直擊當日超級受歡迎嘅流體藝術潮兔製作工作坊 ，Let's go！ 哇，現場真係好熱鬧啊！見到台面上擺滿晒各種顏料同白杯兔仔，有齊晒工具同顏料，準備工作好充足。睇下呢位小朋友幾專心，佢揀咗中意嘅顏色之後，將調配好嘅顏料杯倒轉，直接淋落兔仔嘅頭頂，睇住顏料慢慢由頭流到落身，呢個過程真係好療癒啊！唔同嘅顏料碰撞出意想不到嘅紋路，堆疊出豐富嘅層次感，每隻兔仔都係獨一無二㗎，放喺屋企做裝飾真係好靚。今次嘅流體藝術工作坊唔單止係一個手作體驗，更加係一個好好嘅親子活動。希望下次嘅市集可以見到大家啦！祝各位中秋節快樂！一齊睇下咁多位嘅製成品啊！今個中秋睇嚟有好多兔仔可以陪住我哋啦！下次記得繼續踴躍參加我哋精心炮製嘅活動啦！